棒支持者会当甲支持。经过了我们民进党的联胜会之后，那代表也可以没有被停权。听伫舞台顶表情轻松，话讲家己无红天权。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昨暝参加地方聚会，一上台先讲家己无互廉政会听权，刷了个。居民可以参选，所以在这边也要各有请6点为民党大家打开支持声明呼吁支持者市长的初选爱听戏。也毋过林岱华则因为涉嫌诈领做理费案件，获检调以贪污罪起诉。顶个月30日，伊阁去党内廉政委员会接受调查。虽然落尾无做出决议，也毋过外界拢认为参选恐惊有变数。毕竟当时廉政会主委邱正安阁强调，未等到1审判决才做决议，也未受到市长初选的影响。过程当中，那也谢谢大家一路的给我支持鼓励，对高雄市民的允诺，当然了就全心投入。如今廉政会无决议，林岱华继续走市长初选的行程，也互竞争对手严阵以待，唔敢轻忽。对他的这个决定我相信他已经是充分的准备。那廉政会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想这都是民进党的家务事。尊重，我会按照自己的步调一如以往加紧努力。确实在第一次处理的时候，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决定，他们要再做调查了。林岱华话未参选到底。党内对手柯志杰、柯基莹甲罗水良拢表示尊重廉政会调查，是讲廉政会敢阁有第2届会议。林岱华讲目前无收到，强调家己民调第一，将会照党内机制继续向前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